Hello，咁繼續丙丁火嘅，咁丙火屬陽啦，太陽正氣，能生萬物，咁佢最好嘅月份就係春天同夏天，咁身有旺氣啦，同埋有根氣嘅，自然成就精神百倍嘅。咁如果天光見到天德月德，咁再行東方寅卯木運呢，咁大廟嘅，雖然見壬癸水啊，即係七煞正官呢，都冇問題嘅。最忌呢，就係見土氣啦，譬如戊土啦，咁即係食神傷官啦，咁減其分數啊，即係格局會有損嘅。咁如果大運流年歲君啊，或者年柱佢同丙火啊有相反嘅話呢，會容易官符刑獄破財喪福嘅，即係有災劫啦。如果佢出生嘅月令秋天冬天啊，即係申戌啊，咁再見時辰係夜晚出世啦，即係寒啦，個身都寒嘅。咁地支再見到係申子辰水局，咁即係寒上加寒啦，一定係僕從嚟嘅啦，一生離別、孤獨、殘疾，咁呢個都唔係一個好命啦。好啦，另外丁火屬陰火，可制萬物。金銀銅鐵有火有丁火制呢，就會成器；冇火制冇丁火制呢，就不能成器嘅。咁應丁火啊，要喺夜間出世啦，同丙火就唔同嘅。就最好嘅月令呢，就係子酉丑嘅月份，即係有金氣喺度嘅月份啦。咁叫做財氣啦，正財氣或者偏財嘅氣啦。咁咧，如果正月逢啊，即係有寅木喺地支，咁喺月令嘅地支，咁見到丁火啊，就係天德嘅。咁寅元即係佢係正印月份啦。咁如果再見卯字係最好嘅，即係寅卯都見到啊，因為丁火見寅卯咧都 OK 嘅，即係有正印扶持啊，又有天德，咁呢個格局係非常靚仔嘅。咁忌壬癸水喎，咁因為如果佢子酉丑月出世咧，咁財氣旺盛啦。咁忌壬癸水，因為財官旺啊，變咗七煞旺盛啊，會克丁火嘅。如果日頭申啊，即係卯時出世，譬如卯時出世，巳火出世嘅話咧，咁都克妻子嘅喎。去到南方揾咧，莫貫退職，因為比劫旺啊，會克財嘅。咁克財嘅話咧，官星都冇埋噶啦，即係財旺會暗生官噶嘛。子酉丑月啊，佢最好嘅時辰時令月令係子酉丑月，即係金氣旺嘅時候，財局。最喜行西北方嘅。好啦，丙丁日主火為根，金水二星是福元，即係財官啦。行運若臨西與北，縱然富貴不周全嘅，即係就算佢財官有氣，再行西北運，富貴都唔可以相傳嘅，即係有損嘅都會。好啦，另外再睇翻佢嘅
十干坐之啦，咁啊丙丁日自坐申子辰亥水位咧，咁啊財官嚟嘅。又見呢個今時即係官星啦、財官啦，咁啊官星財官都旺嘅時候咧，咁月份一定要火月，咁啊辛會強啦，咁啊水火既濟啦，大貴啦。如果出生時候係五月，即係午火之月，咁啊忌三合火局啦，壬午戌啦，火焰水剛。如果出生喺冬天，子月啦，即係申子辰水局啊，水成火滅嘅，咁啊水火都唔夠中和啊，最好就水火相停，咁啊中和，咁啊可以成到個水火既濟嘅格局。大運咁適宜行金水啦、財官啦，頭先講啦，金水二星啦，咁啊一定唔可以多或者少，即係原局啊，唔可以多或者少啊。偏陰偏陽咧都苗而不秀啊，即係水火要中和啊。咁月令出世時候係申子辰亥月，咁啊呢個一定係比較水多月份啦，咁啊所以必須啊要見火時嘅火氣嘅時辰，咁啊先可以取貴。其他時辰嘅時候咧，咁啊行木運先至好嘅，其他運咧都唔得嘅，咁啊虛名就不貴噶啦。好啦，下次再講丙丁火其他嘅特性。好，拜拜。